家喺羅湖口岸帶住40位香港團友出去從化浸溫泉。中午12點到達餐廳食飯，10餸1湯加埋點心啊，有燒鵝、燒肉叉燒，再加埋燒雞，再加個豉汁蒸魚，仲有肉丸啊、鐵板豆腐啊等等嘅餸菜，睇見得流口水啊！我哋今晚入住嘅酒店位於從化流溪河邊，仲配備埋大型嘅游泳池。酒店嘅建築風格係融合咗蘇州園林同徽派建築嘅特點啊！我哋依家去到房間，仲聽見蟲鳴鳥叫嘅聲音啊！打開門一睇啊，哇！房間真係非常之大啊，足足有500幾尺嘅，而且全部都係新裝修啊！我哋美食之旅揀嘅酒店真係非常之靚啊，唔係我買花讚花香啊！大家一定要嚟睇一睇。另外嘅話，佢嘅泡池係喺偏廳呢邊嘅，非常之大個嘅泡池，可以慢慢享受一下溫泉啊！如果需要詳細行程嘅朋友，麻煩喺評論區留低從化呢2個字，我哋將行程信息發送俾到大家。我哋晚餐都好豐富嘅，但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宵夜都有9個餸嘅喎，有3絲炒米粉、新鮮滾熱辣嘅豬雜粥，就炒個花甲，再有煎餃再濕炒牛河，咁靚嘅宵夜食飽返去一定好好瞓。想嚟嘅快啲報名啊！